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哈味》，我是敏华。看看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？气象局这么多的卫星云图，因为今天高高直击要带大家了解的就是天气预报员这个职业了。天气预报员每个都很有经验，很有经验的经验就是他们要把天气报得很准确。他们怎么样充实自己呢？带您了解。气象预报员不但要经过训练，要有经验，也要有天气预报员的执照，懂得分析各种气象图，才能够尽量把天气报准。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季风逐渐减弱之后，东半部的云系慢慢减少，但是要特别注意，今天晚上有些南方雨系上来。只是天师要100%报准，真的很难，因为天师真的变数相当大。就算目前预报准确度已经可以达到85%，但是15%的失误却可能影响大众生命财产的安全，所以他们预报的每一步都得谁信谁呢？所以呢，我们的天气预报员一定要很有经验。就是经验了。不过我们要问问看哦，是不是预报天气要很准确、准？帮我们讲一下准。对，就是很准确的意思，是不是有难度？在现在，就算是用电脑去预报，科技还是它的极限。报所有的天气，它的转变都是最难拿捏的。再加上我们预报天气都是包含相关于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哦。天师已不然而有经验，只是有经验，但天气变数很多很复杂，就算不断的升级软体跟硬体，还是没有办法达到100%的准确度，因为天师真的是变幻莫测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认识这个天气预报员这个职业，它真的需要非常有经验、专业的判断哦。当然，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经验。经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很准确，准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这句话就是天气预报员要有经验，天师预报员要有经验，天师预报员要有经验。天气预报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，你们辛苦了。好，我们下次再学习新的不同的词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